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回憶錄。1967年出世嘅王祖賢係台灣籃球國手王耀煌嘅女，佢嘅家世唔簡單。曾祖父王仁豐係同盟會先驅，當年為咗金陵舉事製造彈藥，失去咗左臂，人稱王一手，仲係安徽書城中學嘅創校校長。祖父王國藩公職國民政府軍統，1948年隨遷台灣，落到王祖賢呢一代，家族血脈裏面嘅嘢換咗一種形式傳承，唔再係革命，而係美貌同運動天賦。王祖賢12歲就做咗職業籃球隊前鋒，打咗3年波。15歲拍第一個愛迪達波鞋廣告，16歲入讀國光藝校，17歲主演第一部戲《今年的湖畔會很冷》，20歲一部《倩女幽魂》令佢紅遍成個亞洲。佢嘅美唔係化妝堆出嚟嗰種，係一企喺度就令成個片場靜晒嗰種。徐克第一次見佢着住戲服企喺角落度，即刻話小倩就係佢。但係你知唔知呢個俾全亞洲男人封做夢中情人嘅女人，佢嘅緋聞男友名單可以排到去尖沙咀鐘樓，從歌神到天王，從影帝到大哥，從導演到百億富商，半個港圈加半個台灣樂壇嘅頂流男人都曾經喺佢面前碰過釘。佢被傳媒叫做緋聞女王，出道以嚟嘅情史比佢演過嘅鬼片仲要精彩。偏偏呢個盛世美顏，最後嘅結局係一個人喺溫哥華開艾灸館，發名行覺，大法修行。今日我哋就逐個講清楚呢10位撲過王祖賢嘅大佬同巨星到底係點樣嚟，又點樣收場，入面嘅故事個個都唔簡單。1. 王永鴻講王祖賢嘅情史，好多人一開口就係齊秦，但其實佢人生中第一段緋聞要追溯到1984年，佢仲係一個未滿18歲嘅細路女。嗰年高達電影公司計劃開拍《今年的湖畔會很冷》，導演葉金案要一個靚嘅女仔做女主角。擔任攝影師嘅宋立平記起之前拍廣告認識嘅王祖賢，於是推薦咗佢。當日一共有30個女仔去面試，王祖賢以清純嘅外形脫穎而出。男主角叫王永鴻，係台灣一個年輕演員。兩個後生仔女拍住一部人鬼戀嘅戲，佢演一個美麗嘅女鬼，佢演一個攝影師。拍住戲入面假戲真做，傳出咗緋聞。呢件事鬧到成個台灣娛樂圈沸沸揚揚。你要知道，1984年嘅台灣社會風氣同依家完全唔同。一個未滿20歲嘅女仔傳緋聞，喺嗰個年代嘅殺傷力，好似今日嘅藝人爆出醜聞彈，傳媒一炒，王祖賢直接被冠以緋聞製造機嘅外號。佢仲未紅就先出名，但諷刺嘅係呢部俾佢惹來一身蟻嘅戲，最後攞咗金馬獎3項提名。頒獎禮嗰晚播出嘅片段，恰恰俾邵氏電影公司嘅方日華睇到。方日華係邊個？佢係邵逸夫嘅二太太，邵氏影業嘅話事人。佢一睇到銀幕上面嘅王祖賢，即刻下定決心，用28萬港幣從高達公司手裏買落王祖賢嘅合約，帶佢返香港。王祖賢就淡告別咗學業，告別咗籃球，隻身去到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城市。嗰年佢18歲。至於王永鴻，戲拍完緋聞散，兩個人各走各路。佢嘅名字喺王祖賢嘅人生裏面，只係一個逗號，甚至連逗號都算唔上，只係一粒塵。但呢粒塵嘅意義在於，佢係王祖賢情劫嘅第一粒骨牌。從呢一刻開始，王祖賢嘅人生就同兩樣嘢綁死咗：美貌同緋聞。一個人嘅命運劇本，有時候喺第一頁就已經寫好咗。而以東初，王祖賢簽約邵氏到埗香港之後，接拍嘅頭2部戲就係同以東佢合作。1986年嘅《再見七日情》同《天官賜福》。以東初嗰陣時係乜嘢級數？佢係70年代末邵氏嘅當家小生，憑《三少爺的劍》成名，後來轉型做導演。佢嘅身份好特殊，佢嘅哥哥係姜大衛，佢嘅另一個哥哥係秦沛。呢3兄弟喺香港影壇嘅地位，等於一個縮小版嘅港片皇族。以東蒼既有演員嘅靚仔底子，又有即將躋身名導嘅野心，喺圈內絕對係有頭有面嘅人物。
呢兩部戲拍完之後，有人目擊到爾東昌同王祖賢喺娛樂場所出雙入對，關係曖昧到唔似普通同事。之後又有人見到佢哋喺多個公開場合如影隨形，緋聞好快就傳到滿城風雨。喺嗰個年代嘅香港，一個新嚟報道嘅台灣小女孩同一個有地位嘅圈內前輩傳緋聞，呢件事本身就好敏感。究竟係兩情相悅，定係前輩利用權力追後輩？外面嘅人各有各嘅解讀。王祖賢對呢件事嘅回應好有意思，佢冇否認對爾東翠有好感，我對爾東韜的確有好感，但係佢加咗一句，不過只係當普通朋友交往，兩個人唔可能走到一齊。呢種講法喺娛樂圈裏面通常得一個意思，其中一方冇嗰個意思，但唔想撕破面。以王祖賢當時18、19歲嘅年紀，面對一個有地位嘅前輩，佢選擇用溫和嘅方式去拒絕，都算係處理得體。而爾東韜呢邊，日後拍出咗《新不了情》《旺角黑夜》《新宿事件》呢啲經典作品，成為華語影壇最受尊敬嘅導演之一。呢段同王祖賢嘅短暫交集喺佢嘅人生裏面微不足道，但喺王祖賢嘅故事入面，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主角。佢證明咗一件事，王祖賢每拍一部戲就傳一次緋聞，呢個已經變成一種規律。係佢真係咁容易動心，定係喺嗰個年代，一個靚女同男演員行近少少，就會俾傳媒寫到天花龍鳳？答案可能兩者都有。三，吳啟華，同樣係1986年，王祖賢又多咗一位追求者，吳啟華。嗰陣時嘅吳啟華入行冇耐，TVB 第12期藝訓班畢業，佢同一期嘅同學有邊個？劉青雲、陶大宇、劉嘉玲、藍潔瑛、吳君如，一班日後嘅巨星，嗰陣時都仲係小角色。吳啟華本人中學畢業之後去咗英國留學，後來返嚟考入無線藝訓班，條路行得幾曲折。但係年輕嘅吳啟華有一樣嘢好突出，佢夠膽，同佢嘅外形真係唔錯，斯文中帶少少邪氣，好似日後佢演嘅張無忌淡，表面溫柔，實質暗湧。據報道，吳啟華係喺同一個攝影棚度拍《六指琴魔》嘅時候，撞見隔壁拍緊戲嘅王祖賢，佢自己後來都承認係一見鍾情。見到王祖賢嗰一刻，佢心裏面就話呢個女人我一定要追。之後佢展開咗猛烈嘅追求攻勢。王祖賢返台灣拍戲，佢就日日打長途電話，追蹤到去台北。你知唔知1986年嘅國際長途電話幾貴？佢一個月嘅電話費可能等於佢半個月嘅人工。後來兩個人被偷拍到手拖手行街食飯，呢組相一出，成件事就冇得賴。但係王祖賢嘅回應好經典，佢話對吳啟華嘅追求只係抱住觀望態度。觀望態度呢4個字翻譯做白話就係我冇話唔得，但係我又冇話得，你繼續追，我繼續睇，但唔好期望太高。呢種回應俾追求者留咗一線希望，但永遠唔會兌現。據知情人士講，吳啟華喺後來接拍《富貴字典》嘅時候，日日都心不在焉，眼神空洞，成副心思飛晒去王祖賢度。導演鬧佢都冇用， TVB 嗰邊開始施壓，傳媒又窮追猛打，最後呢段感情就好似佢拍嘅長途電話淡，有一日突然斷線，再冇聲氣。吳啟華後來輾轉拍咗妙手仁心嘅程志美醫生、倚天屠龍記嘅張無忌，成為 TVB 嘅師奶殺手。佢嘅情史一樣精彩，從藍潔瑛到金巧巧，再到石洋子，6任女友個個都係靚女。但回頭睇，王祖賢大概係佢年輕時追得最勇，亦係最早碰壁嗰個，追到日日打長途電話俾公司鬧，追到拍戲冇晒事業心。呢種程度嘅沉迷，你話呢個女人要有幾靚先做得到？4黎明。講到追王祖賢，有一個人嘅故事係最另類嘅，佢唔係自己主動追，係俾王祖賢嘅媽媽一手安排去追。呢個人就係後來嘅4大天王之一，黎明。1987年，黎明啱啱從國外返嚟香港發展，入行做無名小卒。佢當時嘅目標好明確，喺歌壇出人頭地。為咗呢個目標，佢拜咗戴思聰做師傅學唱歌。戴思聰係香港殿堂級聲樂教師，教過嘅學生多到數唔清，
基本上你叫得出名嘅香港歌手，10個有8個都同佢有師徒關係。巧就巧喺王祖賢嘅媽媽係大家嘅常客，喺大師母嘅介紹之下，王媽媽同黎明碰面嘅機會越嚟越多。佢睇住呢個高大英俊、禮貌周到嘅後生仔，心裏面越睇越滿意，好感到乜嘢程度？佢唔止喺人前人後讚不絕口，仲直接收咗黎明做乾兒子。但係王媽媽嘅心思遠遠唔止乾毛子啖簡單，佢心裏面嘅劇本係呢個乾兒子最好變做真女婿。於是王媽媽開始有系統地創造機會，俾王祖賢同黎明接觸。又有兩人共同嘅朋友林俊賢喺中間撮合，好快王祖賢同黎明就拍起拖嚟。喺呢段短暫嘅交往期間，有人成日見到王祖賢出現喺尖沙咀一間叫火鳳凰嘅餐廳酒吧，喺台下靜靜淡睇黎明駐唱。嗰個畫面你想象下，一個係前女幽魂啱啱爆紅嘅當紅花旦，全亞洲都識佢嘅面。一個係喺酒吧度駐唱嘅新人歌手，成晚對住30個客人唱歌，呢種巨大嘅落差本身就好有戲，但好景不長。黎明簽約咗寶麗金唱片之後，事業開始火箭彈起飛，王祖賢嗰邊嘅名氣更加係如日中天，拍唔完嘅戲，推唔完嘅通告，兩個忙人越嚟越少見面，感情由濃轉淡，最後無聲無息淡散咗。幾年之後，黎明成為4大天王之一，紅到喺全亞洲冇人唔識。而呢段同王祖賢嘅乾兄妹戀就靜靜雞淡消失喺時間長河裏面。呢個故事最有趣嘅地方在於一個如果王媽媽嘅撮合成功咗，4大天王就會少咗一個鑽石王老五，而王祖賢嘅命運軌跡可能完全改寫。以黎明日後嘅行事風格，低調踏實，唔搞花邊。佢可能真係最適合王祖賢嘅人選，但係感情嘅嘢從來都係老母話咗唔算，有時候最好嘅選擇擺喺眼前，偏偏就係視而不見。許冠傑，如果話之前嗰幾位都仲係輕量級嘅追求者，但接落嚟呢位就係真正嘅重量級人物，香港樂壇嘅開山祖師歌神許冠傑。時間要倒返去1985年，王祖賢到埗香港之後，接拍嘅第一批作品就包括同許冠傑合作嘅《打工皇帝》同衛斯理傳奇。許冠傑嗰陣時係乜嘢級數？佢係香港粵語流行曲之父。1985年啱啱攞完香港音樂最高榮譽金針獎，佢嘅唱片銷量以百萬計，佢嘅演唱會場場爆滿，喺歌壇嘅地位大致等於後來嘅張學友加陳奕迅再乘以2。而喺電影界，佢主演嘅最佳拍檔系列票房打破咗當時嘅紀錄，同成龍、周潤發並列為80年代香港票房3大巨頭。但係呢位歌神有一個問題，佢嗰陣時已經有女朋友，而且佢同王祖賢嘅年齡差距係將近20年。呢個係乜嘢概念？1985年嘅許冠傑37歲，王祖賢得18歲，一個係樂壇同影壇嘅雙料天王，一個係初嚟報到連粵語都講得唔太流利嘅台灣小女孩。但係歌神顯然冇理呢啲細節。據傳媒報道，許冠傑對王祖賢展開咗猛烈追求，噓寒問暖係基本操作。最轟動嘅一件事係，佢知道王祖賢中意金色之後，直接送咗一架金色保時捷俾佢。80年代中期，一架保時捷喺香港嘅價錢隨時等於半層樓。一個37歲嘅身邊有女友嘅樂壇天王，送一架金色跑車俾一個18歲嘅新人女演員。呢件事一見報，全香港嘅八卦雷達即刻響晒。王祖賢嘅回應好有技巧，佢話許冠傑對待我好似對妹妹一樣，只係兄妹之情。兄妹之情送保時捷，你見過邊個做哥哥嘅？送架跑車俾妹妹，呢個解釋連最厚道嘅八卦記者都寫唔落去。但係王祖賢始終冇承認過兩個人有超越友誼嘅關係。保時捷佢照收，但人佢唔認。而許冠傑呢邊因為身邊有女友，呢段緋聞直接將王祖賢推上小三嘅風口浪尖。呢係佢入行以嚟第一次被人叫小三，
但絕對唔係最後一次。諷刺嘅係呢件事雖然令王祖賢嘅名譽受損，但係佢嘅知名度因此暴漲，全香港娛樂圈一夜之間都知道咗有一個從台灣嚟嘅靚女叫王祖賢，甚至有評論話呢段緋聞對佢嘅事業幫助好大，唔管外面係讚係罵，最緊要係個個都識佢。一架金色保時捷換嚟一個響當當嘅名字，呢單買賣唔知邊個注數啲。至於許冠傑，佢後來喺1992年封咪，成為傳奇。佢同王祖賢嘅呢段緋聞喺佢輝煌嘅履歷表入面，充其量只係一粒塵。但喺王祖賢嘅故事裏面，呢架金色保時捷代表嘅嘢好沉重。佢係美貌可以換嚟好多嘢，但唔包括清白嘅第一堂課。6. 梁朝偉。1987年，倩女幽魂上映，王祖賢一夜之間紅遍成個亞洲。佢同張國榮嘅銀幕 CP 成為永恆嘅經典。寧采臣同聶小倩嘅故事拍咗幾十年重拍版都冇人超越得到。當年徐克本來想響日本演員中森明菜做小倩，又考慮過張曼玉同葉倩文，係王祖賢自己主動打電話俾徐克太太施南生要求試鏡。施南生話：我哋有考慮過你，但你太高，不過既然你有呢個意願，嚟試下啦。王祖賢一到片場換上戲服，一言不發企喺角落，徐克望咗一眼，即刻拍板。之後小倩呢個角色令佢成為亞洲影壇嘅標誌性存在。倩女幽魂因為太賣座，接連拍咗續集同第三集。到第三集嗰陣，男主角換咗人，換成咗梁朝偉。梁朝偉呢個人圈內出名嘅悶騷，佢嘅眼神戲係華語影壇數一數二。但佢有一個毛病，拍戲容易入迷，入到幾深，入到拍完之後好耐都抽唔返出嚟。後來佢拍王家衛嘅戲，更加係出名嘅入戲太深。據當年嘅傳媒報道，梁朝偉喺拍攝期間對王祖賢產生咗真感情，而且唔止係心裏面諗下啖簡單。據講，佢曾經正式同當時嘅女友劉嘉玲提出分手，理由就係對王祖賢嘅感情。呢件事嘅後果係乜嘢？劉嘉玲知道之後大鬧梁府。你要知道，80年代末嘅劉嘉玲已經係香港一線女星，性格之強悍係出咗名嘅。佢可以喺金像獎紅地毯上面笑得燦爛，亦可以喺私底下發起火嚟，令成個片場震動。佢同梁朝偉嘅感情雖然經歷過無數風浪，包括1990年嗰件震驚成個娛樂圈嘅事件，但最後兩個人係2008年喺不丹結婚，修成正果。所以回頭睇，王祖賢喺呢段三角關係裏面嘅角色，更加似係一陣風淡吹過。梁朝偉嘅心動可能係真嘅，但佢最終選擇咗同劉嘉玲行落去。不過當事三方從來冇正面證實過呢段緋聞嘅真實性，真相到底係傳媒炒作，定係真有其事？30幾年過去，三個人都成為各自領域嘅傳奇。呢段舊事大概永遠都唔會有標準答案。而拍戲傳緋聞呢件事喺王祖賢嘅人生裏面已經變成咗一種近乎宿命嘅循環。每一部戲，每一個男主角都會變成下一期八卦雜誌嘅封面。佢好似一面鏡子，每個男人行近佢就會照出自己嘅慾望，然後鏡子碎咗，佢原地不動，男人各走各路。7. 劉德華。講完梁朝偉，就唔得唔講另一位天王級人物劉德華。但係呢段故事嘅特別之處在於角色反轉咗。喺王祖賢其他嘅緋聞裏面，通常都係男方追佢，但係喺劉德華呢度情況調轉，係王祖賢主動表白過對劉德華嘅好感。王祖賢同劉德華合作過《賭神》《摩登如來神掌》等電影，戲入面嘅火花係有目共睹，但係戲外面嘅故事仲有趣。劉德華曾經喺公開場合講過一個好出名嘅玩笑，佢話最理想嘅情人應該係關之琳、王祖賢、林青霞同鍾楚紅四個人嘅混合體。具體嚟講就係林青霞嘅面型、鍾楚紅嘅嘴唇、王祖賢嘅眉眼、關之琳嘅鼻，呢四樣加埋一齊先係佢嘅夢中情人。呢番說話傳開之後，王祖賢公開回應，佢話劉德華係佢好鍾意嘅嗰種類型嘅男人，但係
劉德華身邊已經有傳聞中嘅女友，所以自己只好知難而退。佢仲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話，成為佢情史嘅一句注腳：劉德華係我唯一想追而冇追到嘅男人。呢句話嘅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佢承認自己主動想追；第二，佢承認追唔到；第三，佢話唯一，即係話除咗劉德華之外，其他嘅男人都係追佢嗰個方向，只有呢一次係佢倒追人。而劉德華嗰邊呢，佢口中嘅傳聞中嘅女友就係後來同佢結咗婚嘅朱麗倩，兩個人嘅戀情保密咗成20幾年，直到2008年先喺公眾面前公開承認。劉德華對感情嘅低調、忠誠同堅守喺成個娛樂圈入面都係出晒名嘅。佢唔係冇女人緣，以佢嘅樣貌同地位，追佢嘅人恐怕比追王祖賢嘅仲多。但佢選擇咗用20年嘅沉默嚟守護一段感情，所以王祖賢話知難而退，大概真係唔係客氣話。劉德華呢個人喺感情上面係真係鐵板一塊，冇得入手。但係呢段未曾開始就結束嘅故事，反而令人覺得特別唏噓。如果王祖賢當年真係同劉德華走埋一齊，以劉德華嘅性格、忠誠、低調、護短，佢嘅人生可能完全係另一個版本，唔會有林建岳嘅醜聞，唔會有齊秦嘅15年糾纏，唔會有最後一個人喺溫哥華大發修行。可惜世事冇如果，而命運嘅幽默感在於多年之後，王祖賢同劉德華竟然有一個意想唔到嘅交集，兩個人都係台灣淨土宗靈岩山寺妙蓮老和尚嘅皈依弟子。劉德華法號慧果居士，王祖賢法號行覺居士。追唔到嘅男人，最後喺佛門度做咗同門師兄妹。呢個結局，你話係緣分定係巧合？或者有啲人注定唔係戀人，而係靈魂上面更加高層次嘅同路人。八成龍，1992年，王祖賢接拍咗一部好出名嘅電影《城市獵人》。呢部戲嘅男主角係全亞洲最有票房號召力嘅動作巨星成龍。成龍係乜嘢人？佢係國際影壇嘅動作片之王，身家2億計，喺華人娛樂圈嘅地位幾乎冇人可以撼動。但係喺私生活方面，成龍嘅風流史同佢嘅票房紀錄一樣輝煌。佢1981年已經同林鳳嬌喺美國註冊結婚，但係呢段婚姻從來冇阻止過佢喺外面嘅花邊新聞。單係後來爆出嘅吳綺莉同小龍女事件就已經夠晒轟動。據傳媒報道，王祖賢喺拍攝《城市獵人》期間，同成龍嘅關係一度好密切，緋聞傳到成個娛樂圈都知。呢段緋聞嘅重點唔係成龍追女人，因為呢個從來都唔係新聞。重點係有評論指出，王祖賢喺呢段關係入面太過認真。有人話，王祖賢最大嘅悲哀就係喺感情上面太過投入。佢對每一段感情都係全力以赴，即使明知道對方係一個已婚男人，即使明知道對方嘅態度由始至終都係逢場作戲，佢嘅認真喺一個遊戲規則完全唔同嘅世界入面，變成咗一種自我傷害。而成龍嘅處理方式好典型，事態仲未發展到不可收拾嘅地步，佢就果斷抽身。對於一個1981年已經結咗婚嘅男人嚟講，同王祖賢走到一齊嘅可能性，從頭到尾都係零。佢心知肚明，呢段緋聞最後都係不了了之，同王祖賢之前嘅好多段緋聞一樣，嚟得快，走得急，留低嘅只有八卦雜誌嘅舊封面。但呢段時間嘅關鍵意義在於，喺王祖賢同成龍傳緋聞嘅呢段日子裏面，佢同齊秦嘅異地戀已經去到風雨飄搖嘅地步，而另一個男人，一個有錢有勢嘅商界大佬，已經喺暗處虎視眈眈，等緊一個入局嘅機會。呢個男人就係令王祖賢一生名譽掃地嘅人，林建岳。九林建岳。如果話王祖賢嘅感情史係一本書，但林建岳就係裏面最黑暗嘅一章。呢一章寫滿嘅唔係愛情，而係權力、金錢、背叛同羞辱。林建岳係邊個？佢係香港著名企業家林百欣嘅仔，麗新集團嘅太子爺，後來接手豐德麗娛樂。1993年，36歲嘅林建岳已經擔任麗新集團要職，
手握幾十億資產嘅超級富豪。佢同太太謝玲玲結婚多年，生咗5個仔女。謝玲玲本人出身名門，父親係前台灣省議員謝日金，但係呢個五子之父名門女婿嘅身份，從來冇阻止過林建岳嘅風流。喺追王祖賢之前，佢已經傳出過追求翁虹、萬綺雯、袁詠儀等多位女星嘅消息。呢個男人嘅追女史喺圈內係公開嘅秘密。1993年，王祖賢拍攝畫中仙嘅時候，林建岳第一次見到佢本人，即刻着迷。之後佢多次去片場探班，但係王祖賢一開始對佢完全冇好感，佢甚至連正眼都唔想睇呢個有婦之夫。但係林建岳唔係一般人，佢唔識乜嘢叫放棄。佢嘅追求方式唔係送花、請食飯、淡簡單，佢用嘅係一種全方位圍攻，死纏爛打，鍥而不捨，一追就係3年。3年，你想象下，一個有錢到乜嘢都買得到嘅男人，用3年時間全力以赴淡追一個女人，呢種力度幾個人頂得住？而喺呢3年裏面，幾樣嘢同時發生，將王祖賢一步步推向林建岳。第一，佢同齊秦嘅異地戀已經去到崩潰邊緣，拍拖6年，聚少離多。王祖賢嘅家人又一直唔中意齊秦。第二，90年代初嘅香港娛樂圈黑社會勢力滲透製片界，已經係公開嘅事實。好多明星被逼拍爛片，甚至受到人身威脅。王祖賢作為當紅女星，一樣面對呢種壓力。喺呢種環境下，一個有錢有勢嘅富豪嘅保護傘，佢內心嘅天秤會點樣傾斜？第三，林建岳承諾會同太太離婚。呢句話對於一個喺感情上面已經疲憊不堪嘅女人嚟講，可能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終於，1993年聖誕節前後，王祖賢同林建岳共同出遊嘅消息被傳媒曝光，兩個人去咗加拿大滑雪，之後又去拉斯維加斯同夏威夷度假。同年12月，王祖賢喺採訪中首次鬆口話：現階段我哋只係朋友，偶然約會下，只係好普通嘅社交活動。之後佢又補充：我一再強調唔做第三者，唔願意破壞別人家庭。我同林建岳交往係佢辦妥分居手續，恢復單身之後先開始嘅。但係外界唔信呢套，喺公眾眼中佢就係一個狐狸精，一個小三，一個曾經嘅玉女偶像，一夜之間從神壇跌落泥潭。佢嘅事業因為呢件事受到毀滅性嘅打擊。從90年代中後期起，佢嘅演出大幅減少，好多片約都冇咗。更致命嘅打擊嚟自林建岳嘅阿媽林慕，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用咗一句極端侮辱嘅說話。據報道，佢嘅原話大意係：就當我個仔花咗幾千萬叫雞。呢句話喺當年係核彈級嘅。一個豪門家族嘅母親喺公開場合用呢種方式形容自己個仔同一個當紅女星嘅關係，佢嘅用意好明顯，就係要用最羞辱嘅方式斷絕呢段關係。王祖賢呢個人性格有好強嘅自尊心，佢受唔到呢種屈辱，一氣之下走咗去加拿大避風頭。心高氣傲嘅人最受唔到嘅唔係失戀，而係被人當眾踐踏尊嚴。之後嘅發展更加諷刺，林建岳最後真係同謝玲玲離咗婚，但係離完婚嘅佢身邊嘅女人已經唔再係王祖賢，佢移情別戀。據傳新目標係楊采妮。王祖賢為呢段關係付出嘅代價係乜嘢？名聲盡毀，事業斷崖式下跌，成為全港千夫所指嘅第三者。而佢得到嘅乜嘢都冇。有傳林建岳曾經送咗一間價值幾千萬港幣嘅豪宅俾王祖賢，王祖賢堅決否認，強調嗰間屋係佢自己辛苦賺錢買嘅。佢仲大方淡請傳媒去佢喺港島嘅新居做採訪，一間200幾平方米嘅屋，有4個房間，最出名嘅係佢閨房裏面嘅全透明浴室。記者問佢唔怕春光乍泄，佢好爽快淡答：我中意透明嘅感覺。呢句話放喺佢嘅感情史裏面嚟睇，竟然有一種殘忍嘅自嘲意味。喺感情世界入面，佢一直都係透明嘅，所有人都睇得到佢嘅傷口、佢嘅眼淚、佢嘅掙扎，但係冇人真正在乎佢嘅感受。2年感情付諸流水，而喺呢段最黑暗嘅日子裏面，
有一個人喺遠處默默睇住呢一切，佢嘅心好痛，佢嘅創作好苦，佢寫咗一首叫做《無情的雨，無情的你》嘅歌。呢個人就係齊秦，十齊秦，終於講到最後一位，呢個人係王祖賢一生中最重要、糾纏最深、傷害最大嘅男人。佢哋嘅故事唔係一段戀愛，係一場橫跨15年嘅馬拉松式心理戰爭。1987年7月，王祖賢返台灣拍蔡陽明導演嘅《芳草碧連天》，男主角係一個憑住一首《狼》紅遍台灣嘅搖滾歌手齊秦。嗰年齊秦27歲，王祖賢20歲，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完全冇火花，甚至有少少互相睇唔順眼。據講拍攝初期兩個人有啲小摩擦，王祖賢事後回憶話初見面冇乜大感覺，只係心裏面話我同佢差唔多高。導演為咗改善兩個人嘅關係，安排齊秦教王祖賢唱歌，結果齊秦冇出現，走咗去飲酒。之後發生嘅事，成為華語娛樂史上最浪漫嘅相遇之一。齊秦飲醉咗酒，靚啖出現喺王祖賢面前，佢望住佢，講咗兩個字：親我。王祖賢放低個袋，行上前，真係親咗上去。齊秦自己後來回憶呢一幕嘅時候話：呢個喺平時係肯定唔敢嘅，本來以為佢會閃開，冇諗到佢都攬住咗我，兩個人就淡吻喺一齊。就係淡，兩個人走埋一齊。呢個開場既浪漫又荒唐，一個醉漢嘅衝動，一個少女嘅心血來潮，就決定咗兩個人接落嚟15年嘅命運。1987年12月，王祖賢喺標錯參嘅電影發佈會上公開承認，我嘅男朋友叫齊秦。佢仲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話：我中意嘅係才氣多過才氣嘅男人，所以對呢段感情好有信心。才氣多過才氣呢句話後來成為一個殘忍嘅對照，因為佢最終選擇咗林建岳嗰陣，全世界都記得佢講過呢句話。齊秦為王祖賢寫咗好多歌，大約在冬季，據講就係佢為王祖賢寫嘅定情曲。之後又有思念是一種病，王祖賢親自唱咗呢首歌作為回應。兩個人用音樂傳情，一個寫歌，一個唱歌，聽落好甜蜜。但係甜蜜嘅背後，裂縫一直存在。最大嘅問題係異地戀。王祖賢長期喺香港拍戲，齊秦喺台灣做音樂，兩個人聚少離多，一年見面嘅次數可能一隻手數得晒。加上王祖賢喺香港嘅緋聞不斷，黎明、梁朝偉、成龍，每一段緋聞都係喺齊秦嘅傷口上面撒鹽。而王祖賢嘅家人亦一直反對齊秦。佢媽媽中意嘅人選明明係黎明，唔係呢個台灣歌手。1990年，兩個人第一次正式分手。王祖賢話拍拖3年，問題一直存在，只睇幾時爆發。相戀不久就發覺彼此性格差異太大，成日為小事嘈個不停。分手之後，林建岳乘虛而入，齊秦被逼揚圍。喺王祖賢同林建岳交往嘅嗰2年，齊秦嘅心情可以用一首歌嚟概括。佢寫咗《無情的雨，無情的你》。呢首歌嘅旋律一響起，你就知道呢個男人有幾痛苦。1995年，王祖賢同林建岳關係破裂，佢名聲掃地，事業低迷，一個人飛去加拿大散心。喺佢人生最低谷嘅時候，齊秦做咗一件事。1997年，佢出咗一首新歌，叫《不讓我的眼淚陪我過夜》，向身在加拿大嘅王祖賢隔空示愛。遠在溫哥華嘅王祖賢聽到呢首歌之後，被感動咗，兩個人通咗一個長長嘅電話，暢談之後正式復合。1996年12月，齊秦喺發佈新專輯《絲路》嘅時候，公開宣布同王祖賢重新在一齊。成熟咗嘅兩個人對感情似乎更加慎重。1998年，王祖賢嘅專輯《與世隔絕》同齊秦嘅專輯《我拿什麼愛你》竟然同一日發行，夫唱婦隨，好不甜蜜。中間仲傳出過佢哋喺西藏私定終身嘅消息，甚至有傳佢哋喺美國登記結婚又離婚，真真假假，外面嘅人搞唔清楚，但大家都覺得經歷咗淡多風雨，呢對苦命鴛鴦終於等到好結局。到2000年，
40歲嘅齊秦同33歲嘅王祖賢公開宣布準備結婚，婚期定好，請帖發出，所有人都以為呢個故事終於可以寫上，從此佢哋幸福淡生活喺一齊。然後炸彈爆咗，而且係核彈級嘅。齊秦嘅前女友方美芳帶住一個已經讀緊小學嘅男仔喺婚禮前夕殺出嚟，佢嘅要求好直接，呢個仔叫方偉，係齊秦嘅親生骨肉。如果齊秦堅持同王祖賢結婚，佢就上法庭告齊秦重婚，賠償要求2000萬台幣。原來故事嘅根源喺1985年，喺齊秦同王祖賢認識之前，佢同方美芳同居，方美芳懷咗孕。齊秦嗰陣時覺得方美芳管得佢太嚴，感情出問題，於是俾咗一筆錢佢，叫佢打胎，一刀兩斷。但係方美芳拿咗錢之後冇打胎，佢偷偷生落嚟個仔，一個人養大。呢個秘密佢收埋咗好多年。第一次方美芳帶住個仔提齊秦嘅時候，齊秦做咗一個致命嘅選擇，佢選擇咗隱瞞，佢冇同王祖賢講自己有個私生子，佢以為自己可以擺平呢件事，以為方美芳唔會再出現，但係方美芳再次出現咗，喺最唔應該出現嘅時刻，用最具殺傷力嘅方式，經過 DNA 鑑定，方偉確實係齊秦嘅親生仔。呢個消息成為各大傳媒嘅頭版新聞。王祖賢知道真相之後，成個人崩潰。令佢崩潰嘅唔止係齊秦有私生子呢個事實，雖然呢個已經夠晒震驚，而係齊秦一直喺騙佢。15年嘅分分合合，幾多次復合，幾多次承諾，佢竟然由始至終都收埋住一個淡大嘅秘密。佢開始懷疑，如果連呢件事都可以瞞，仲有幾多嘢係佢唔知嘅。2001年10月2日，王祖賢宣布息影，佢講咗一段話：呢啲日子我睇盡咗世界嘅悲慘意外，突然覺得時間唔夠用，所以決定退出影壇，過唔使化妝品嘅生活，做一啲想做嘅嘢。我相信離開係另一個開始。2002年，王祖賢拍完最後一部電影，徐楓監製嘅《美麗上海》之後，遠赴加拿大溫哥華，同齊秦長達15年嘅感情糾葛正式畫上句號。而齊秦呢，佢喺2005年同細佢16歲嘅孫悦結婚，之後離婚。2013年再同細佢24歲嘅孫麗雅結婚，生咗一對雙胞胎。15年嘅青春換嚟乜嘢？一首大約在冬季，同一張飛去溫哥華嘅單程機票。而王祖賢呢，佢從來冇公開鬧過齊秦一句，呢種沉默比任何控訴都要重。10個男人嘅故事講完啦。王永鴻俾佢帶來第一個緋聞，爾東暢證明佢嘅美可以令前輩失態。吳啟華追佢追到連事業都唔要。黃媽媽罵黎明做女婿，佢偏偏唔要。許冠傑送金色保時捷，佢照收。梁朝偉為佢差啲同劉嘉玲分手。劉德華係佢唯一想追而追唔到嘅人。成龍同佢逢場作戲。林建岳追佢追到甩咗髮妻，但自己阿媽鬧佢叫雞。齊秦用15年嘅時間證明，愛情可以好偉大，亦可以好荒唐。呢10個男人嘅共同點係乜嘢？佢哋全部都走咗，而王祖賢自己呢？2025年58歲嘅佢喺溫哥華開咗一間艾灸館，叫灸閣，親自幫客人做艾灸。佢考咗正規資質，唔係做樣嘅，係真係親手落場場。2026年1月31日，59歲生日嗰日，佢喺抖音發咗一張素顏照，4個鐘頭漲粉90萬。佢喺貼文入面寫，呢啲年嘅日子過得安靜且充實。佢仲話希望自己無論幾歲，永遠都可以順住自己嘅心意而活。2026年4月1日，張國榮忌日，佢喺溫哥華史丹利公園張國榮紀念長椅前面，穿住一襲白衫，靜靜獻花。佢喺小紅書上面寫，雖然一直冇對你講過乜嘢，但係滿滿嘅記憶都喺心中。呢句話對象係張國榮，但放喺佢成段人生入面嚟讀，你會覺得佢係喺同所有嘅過去講。安徽書城仲有一條路叫祖賢路，1993年佢捐咗數萬港幣，幫祖籍嘅石崗村修咗呢條馬路，係書城縣第一條村級瀝青路。
2025年呢條路升級改造完工，拓寬咗2米多，村民立碑刻下始末。有人記得佢嘅美貌，有人記得佢嘅緋聞，有人記得佢演嘅聶小倩。但係路喺嗰度，人行過就會記得，路唔會走，唔似男人。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記得點讚關注，我哋下期見啦。